大家好，輪到蘇蘇姐姐今日同你哋去分享一個故事，叫做《蚊子大俠》啦。咁呢，佢嘅作者呢，就係薛偉文啦，然後畫圖畫嘅人呢，就叫做李容啦。咁好咯喎，蚊子大俠。佢就話咯，說博愛，唱博愛，有邊個呢比我更加鍾意啊？有錢嘅，冇錢嘅，我都平等咁樣去對待喎。國王殿下，我照樣咬。皇后嘅血更係好菜啊！國王就話啦，給我建個大宮殿，宮殿擋住咗，蚊子肯定入唔到嚟啊！擋住晒，蚊子大俠，蚊子啊！繼續啦，佢就話。但係蚊子入唔嚟，風呢都入唔嚟嘅喎，又悶又熱，真係難睇啊！皇后要賞月，月亮就喺屋外；皇后想看花，花園呢都係喺屋外嘅喎。國王呢想耍耍威風，可惜呢百姓都喺宮外嘅喎。皇后氣得肚子痛，國王呢都嬲得鼻子歪啊！實在太嬲啦！最後還是只可以走出嚟。你哋出門，我就嚟。蚊子大俠飛得好快啊！呢度咬，嗰度又咬，留下紅包一排排啊！全部人都俾佢咬啊！弓箭，死唔死？大炮，攻不開。又嚟啦！皇后氣得肚子痛，國王呢就氣得鼻子都歪埋添。最後呢，就想出新計策啦，想請蚊子當大臣喎。咁你估下會發生啲咩事呢？蚊子大俠喝飽血，嗡嗡嗡嗡嗡咁樣說拜拜啦。大臣留給別人當，明年夏天我又再嚟啦。呢個就係蚊子大俠嘅故事啦。咁如果你哋鍾意我講蘇蘇姐姐講嘅故事嘅話，就記得 follow 啦，同埋 share 啦，可以 share 俾朋友睇。之後呢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